象署要阿妈针对强烈风台花甲沙发布陆上警报，8日东半部风雨上强。高雄大庇湖发生车祸，货车撞到对向乌托邦，拢总2个人死亡，2个人还伫咧病院抢救。全球10国要伫联合国大会承认巴勒斯坦，英国走大声日承认巴勒斯坦是国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珍。强烈风台花甲沙逼过来，气象署伫尾仔5点半发布陆上风台警报。这8日风台可能就会为巴士海峡扫过，8日过到规个东半部风雨变强。若8日西半部加2以内，嘛要注意风台雨。礼拜早起，日头也不哩大，台北市内湖区的菜市啊，也有真侪人出来买菜。不少人知影风台要来，拢加买一寡。就是多买一点青菜，比较好放的吧。哦，像什么大白菜啊这些。一般的家里的，把它那个用好，这样就好了。我都买差不多应该用的这样。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离各地侪云好天。另外，北部地区局部小风发生机会，高温能达到36度，也是37度。不过，花甲沙风台就已经转做强烈风台，到日暗时就位伫高南偏东南方，继续吸水气增强。气象署更加伫早时8点半发布海上警报，也过下晡5点半发布这个陆上警报。目前海上的警戒区域的话，就是台湾的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南部，而陆地上的警戒区域呢，就是恒春半岛。全国有7路线，花甲沙风台有加1路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也若暴风圈会伫明仔载后日上挖近台湾带来影响。气象署也评估未来120点钟风台暴风侵袭机会，上悬的是恒春89%，兰屿是86%，也若高雄是64%。今天午后，宜花东这边的这个风雨会逐渐的增强，因为主要的降雨热区应该是在花莲、台东跟屏东。另外，台北市府也召开灾害应变紧急会议，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评估对市区影响上明显的是日暗暝可能出现强风，阵风达到8级到9级，并且有一阵的阵雨。也来同时间，日本南方海面弯形风台也转做强烈风台，这是对2015年西北太平洋当时有天鹅加闪电2个强烈风台了后，过10年可能搁再创下纪录。记者综合报道。风台逼过来，台东往回绿岛甲红头树的船帮伫咧过道拢停驶啊！民众希望是赶紧甲船啊绑好岸，调去别位靠。若屏东东流线也确定后礼拜2到拜3交通船拢停驶。三班仔船紧调到拖车顶边，准备要离开港区，送到更加安全的所在。风台花甲沙继续挖近，21中岛已经变做强烈风台。台东兰屿已经有长影，而且影悬2公尺。台东富光渔港渔民早起赶紧清船舱，也有驾驶啊绑好岸。这个什么高价，什么几工无啦出港？才有1礼拜啊。风台花甲沙有估会对巴士海峡通过，对南部也有袂少影响。要送物资到小琉球岛上的屏东业者，趁早起好天气，赶紧甲物资运入东流线交通船。因为已经有业者讲，下礼拜2、3、24交通船会停开。从凌晨开始，已经观察到浪高都会接近3公尺，那风力都在7级左右。哦，那这个东西是不能开了哈。那所以礼拜2预定是停航的，可能回不来。那有我们已经有做好打算，就是在预留1天。那海上渔船甲交通船境界有定10个初3举行的高雄马戏艺术节，本来平价这设备已经要搭好啊，不过因为场所伫高雄港17号码头附近，当初另外一个赶紧拆掉，并且甲平价降落来确保安全。棚房基本上它是可以做升降的，包含像外面整个的绳索都在加固，然后棚房整个降下来之后，整个外围都还是会配置所谓的10吨，然后让它整个的配重可以得以就是很安全。风台看起来真凶猛，河南部各县市唔敢大意。阿里山新林铁路也公告，2日早起10点开始，加去到阿里山的5车次有进行停驶，23到24是全线停驶。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高雄大庇湖边中道发生车祸，有一台货车若像伫咧转弯失去控制，冲去撞对向骑奥多摆相载3个人，其中1个人落去大庇湖，拢总2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要搁咧抢救。若货车驾驶马上病院治疗。
这个消防车。白色汽车当晚时间失去控制，冲向对向的车道，弄倒汽车，煞来佫弄到护栏来并车。 有一个人飞下去，但是他们已经下去救他了。看到民众真侪人落车救人，但是发生伫2中道高雄澄清湖边的宽湖路接文静路段，骑车的4判的查某人，甲3岁的查某孙，互弄一个真侪所在骨头断去，唔知人。现场护栏有1.7公尺悬，不过后座4判的查某人因老母互弄背入去湖内底。自小货车驾驶郭男，经实施酒测值为0。 骑士班女待检验，目前双方驾驶及乘客送医救护。初步研判为自小货车过弯失控，驶入对向车道，导致肇事。汽车油漏到规涂骹，就惊佫造成事故。加上边仔澄清湖是饮用水资源保护区，警方也通知环保局人员到现场，用茶扫把协助清理路边的油污。加在油无进一步泄漏到水源区，加上到现场看到是真烦恼着急。家属要问情况啊，还是要请他先去医院？还是我先去医院？好，先医院好了。事故路段今年已经发生21件的车祸，其中 A2 就占18件，互人遗憾的是这个事故，4判的查某人甲伊的老母经过抢救了后，拢宣告不治。警方后续会调查详细造成事故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早起9点外，中港高雄小港的厂房大火，那像是排气机无法度正常运转所致。消防局派出12台车，28个人到现场抢救，加在无人受伤。为外面会当看到厂房直直冲出白烟。市府表示，初步了解是机器各样，致使排气机无法度正常运转，才用自然排气的方式来排烧。若火势伫咧瓦道已经控制掉，无人受伤。环保局表示，中港已经违反空污法，会罚10万至500万。若市长陈其迈是要求中港要检讨事故的原因。这中港就要完成检修通报了后，才会当继续运转。来看新竹市发生车祸，伫咧半暝3点，经国路2段有一台轿车凶弄入去工地内底，车顶4个人死亡。若赛车15岁驾驶绕跑去互警察抓到，不过伊讲伊家己毋是赛车的人。 真济消防队员伫一台银色轿车头前提破坏器材，是要撬开变形卡式车门，因为车内有乘客受困，现场就亲像甲阎王抢人共款。事故发生伫拜日透早差不多3点，迄时阵一台银色轿车经过新竹市经国路2段的时阵，不明原因规台车弄入一个建筑工地，一个男性乘客当场被抛出车外，3个男性乘客卡伫车内送医了后，3乘客救无倒来死亡，也有一个乘客意识昏迷，因为脑死加速放弃急救。一名原本喷飞的民众先行送往台大医院，后续3名民众经过脱困之后分别送往台大、马偕以及国泰医院。现场的伤者伤势皆为身体有多处的一些变形。警方初步搜查，无伫车内发现违法的物件，不过吊水驾驶伫案发了后失去影者。警方陆续调查周边监视器影像，比对相关事情了后，驾驶技术是15岁姓谢少年，警方已经锁定追查。初步位于车内发现违禁物品，肇事车辆合计5人，1人事故后离开现场。本局现已掌握驾驶身份，全力查缉到案厘清。你否认是驾驶吗？那不是你上车开车的？车是你开的吗？姓谢少年被抓了后，否认犯案，因为捌涉嫌伤害遭到通缉，所以才会逃走。警方继续咧调查真相。这个工地原本是护肤养生馆，结束营业了后，转互别人接手，来进行整修，却传出车祸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国际新闻，以色列就准要消灭哈马斯，这礼拜加强攻击加沙地区，又搁传出91个人死亡。若联合国大会特别起稿啊，包括法国、澳洲，拢总有10国要正式承认巴勒斯坦。目前英国是走大新，宣布之一要承认巴勒斯坦是国家。明日的爆炸，互加沙市的暗时变成红色的。以军伫加沙市甲其他所在空中甲地面军事行动，拜六个就走上100人性命。真侪走离去宴会民众，甲所有物件跟上交通工具要走离开当地。不过更加侪人无车，只好用行的。沿地中海的拉希德路路南，重点伫倒位，因唔知影。احنا رايحين للمجهول حتى طالعين على الجنوب طالعين على المجهول يعني ما حدش عارف حاله وين رايح هل حنرجع لغزة كمان ولا مش حنرجع لغزة الله أعلم
الامور صعبه جدا، الوضع صعب، الحياه صعبه، كل حاجه في غزه صعبه جدا، مش قادر اوصف لك اياها يعني صار شيء لا يطاق。 根据巴勒斯坦民防组织统计，以军对加沙市的攻击已经迫使这个原来有100万人口城市超过45万人走离开。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2日起要伫美国纽约登场，到时阵以哈战争加巴勒斯坦建国将是一大焦点。进前以色列已经讲，若西方国家伫联合国大会上推动承认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就发动军队并吞西方。 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20日接受法新社专访时讲，国际社会不应该和以色列的行动所恐吓。What is the alternative? A one-state solution in which millions of Palestinians either would be expelled or would be submitted to occupation, to subjugation, to discrimination, having no rights in their own land. This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in the 21st century. 虽然英国是以色列长期盟友，不过英国首相史凯尔早在7月就下过最后通知，那以色列无伫9月联合国大会召开进前，甲哈马斯采取实质步骤行向停火，英国就要正式来承认巴勒斯坦国。法国总统马克宏也相关伫7月就表明，承认巴勒斯坦国是为了支持和平进程，而且是鼓励哈马斯上好的方式。 也阁包含以色列，也阁引发两国国内反对者拢强调，敌人即无完全释放进程，承认巴勒斯坦就是伫个奖励恐怖主义，而且可能造成中东出现新的伊朗代理人。8月中，纳坦雅胡就把为此写配合马克宏，指责伊组长反犹太主义。外界预料，联合国大会上，法国、加拿大、澳洲这10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了后，以色列可能会采取行动，包含关闭法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来加做回应。 公视新闻网络媒编译。美国总统 Trump 签行政命令，把 H-1B 工作签证的申请费用调悬到美金10万块，下代票就是302万。美国这招就是要逼因的科技公司改请美国的员工。目前 H-1B 的签证呢，有7%拢是分给印度人，冲击应该是上大的。 大批南香港人坐专机为美国转去，9月初美國移民單位向向對汽車電池廠發起大規模炸擊，即馬比方對移工都有新政策，宣布大幅調起 H-1B 簽證費達到10萬美金，差不多代票302萬。 So the whole idea is no more will these big tech companies or other big companies train foreign workers. So there's an incentive to hire American, but there may be instances where it's better off doing through expertise or whatever it may be. 美國強調，這互各大公司選擇請美國人，不過也引起各國煩惱。北京澄清，今日適用新的簽證，不包含即馬有簽證人。H-1B 簽證是發給喺美國專業技術類進修的工作簽證，是非移民簽證，是美國上主要的工作簽證類別。目前有3%的 H-1B 簽證攏是發給印度人。 So it's a big hit for the tech talent, but also on the other side, I think it will be good for India because it could be a reverse brain drain in the likes where people can work here. 國內科技業也在討論台灣科學園區科學工業農業工會會務總監張志遠認為，對於安全去美國加大投資的大廠恐嚇造成影響，去美國遷移速度變慢、效率變低，保持觀望態度。有分析處表示，大廠去美國大部分是高度自動化，正以大疆高階 AI 伺服器產業衝擊會較低。因為他們具有2大特色，第一就是高度自動化，第二毛利率相對也比較高，所以呢，受到工作簽證費用調高的影響，相對衝擊會比較小。專家評估，這項政策對勞力密集嘅產業打擊上大，電子業是下卡加工組裝廠可能較受影響，企業恐怕要想辦法應對。記者綜合報道。來看中國又擱佇咧國際出口部打壓咱台灣。本地這個月10日，台灣的藝術家要佇咧哈薩克辦展覽。不過因為中國咧變貴，哈薩克的博物館就臨時講因被徵收，甲台灣的展覽取消。
用3种式区分哈萨克文、英文、拉扯文3种语言做主视角，这是8位台湾艺术家甲7点前原本就是要伫哈萨克中央国家博物馆办的艺术展，标注台湾当地艺术展，佮得到当地媒体报道，毋过开展进前，官方选用要进行1个月状况做旅游临时取消。咱外交部讲，其实是受中国压力。艺术文化交流本就无涉政治，中国竟然粗暴的干预，阻碍民间的艺文活动，外交部予以强烈的谴责。因为中国大使馆他们也获得这个担心台湾因为这次的曝光而造成更多人认识台湾，我们是给了就是哈萨克的文化部的一个压力。7点前，王俊奇表示，因为中华国家甲中国关系密切，对台湾较生分，才希望透过艺术外交，让哈萨克更加熟悉台湾。就算这摆无成功，不过也算下出第一步。最近外交部长林佳龙推动2025欧洲文化年，计条访问非洲邦的捷克、意大利、奥地利，被看作是一大突破。Let tonight's music be a celebration of our shared values and a reminder that harmony prevails when diverse voices come together in like-minded cooperation. 多中国外长王毅离开奥地利不到1礼拜，林佳龙就来访问，即路邀请政治国会大楼参观，各甲真济国会议员见面，强调希望台俄应伫各领域深化合作。同时，荷兰众议院18用147比赛压倒性票数通过伫联合国支持台湾有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动议案，展现强烈挺台立场。记者综合报道。正大安倍晋三研究中心今仔日成立，总统赖清德亲身到场，指示的是讲到目前中国扩展武力，台湾会当享受和平，拢是因为有安倍晋三。请揭牌。伫日本已经过身的首相安倍晋三面谈这一日，安倍召会特别来台湾，甲总统赖清德共同会正大安倍晋三研究中心揭牌，两人握手揽做伙互动热烈。安倍召会讲起先生目屎流落来。主人も喜んでいると思いますし、心から感謝を申し上げます。私も、その1億を狙えるようにこれからも、尽力を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し、日本と台湾の関係をこれからも大事に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ので。安倍晋三伫即卖日本政坛有望备受影响力，以一间首相一门人选高市早标被认为是延续安倍路线。安倍将会虽然无表态支持什么人，不过透露希望女性做首相。いつかは女性も日本の首相誕生してもらいたいなとは思っています。それは日本だけではなくてどこの国。外总统致辞进前，先向安倍相片鞠躬展现敬意，佮推崇安倍晋三是非常远见的政治家，因为伫中国武力扩张之下，台湾即马应享受和平，爱归功安倍晋三。在川普总统第一次当选尚未就任之前，他就特别飞到美国找川普总统，详细跟他做简报，说明这一个印太未来可能的发展。所以，我们面对中国武力的扩张，今天没有看到炮火，能够享受宁静和平，这要归功于安倍晋三前首相的高瞻远瞩。另外，新加坡总理王顺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表达对台海可能爆发冲突的忧虑，认为阻止中国单方面用武力改变现状的时阵，也防止台湾寻求独立，才袂卡到中国红线。总统怎么看黄群才说台独是北京红线中的红线？台湾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民主价值，抵御威权主义的扩张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这些都是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区域以及全球的共同利益。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政治，来看国民党主席选举，候选人霍荣斌今仔日去台中争取罗秀燕支持。罗致强嘛伫咧台中和基层党员做谈救票。另外，总统专台宣讲来到苗栗县长郑东锦提起财政压力，是得到正面的回应。总统讲袂甲苗栗县当作外人。斗阵地点来食米糕，国民党主席参选人何良斌之一特别到台中拜访市长罗秀贤，因为罗秀贤旧在党内抗战参选党主席，那是何良斌争取支持的对象。20也到婚姻甲立法院长韩国瑜合体，韩国瑜一句心想事成，胜过千言万语。
我做党主席，未来党务的运作以及党务的协助，我也需要他的帮忙。可今天我们只是一个老朋友的聚会。韩院长昨天他一句话，心想事成，我想已经胜过千言万语。参加中国青西总会理监事联席会议，何良斌也甲苏门学校总校长张家忠、邱志毅互相加油。对另外一位参选人前中法院长窦碧元，因为无受邀请参加20地媒体举办的辩论会，到场抗议。何良斌甲张家忠拢认为应该和所有参选人共同表达理念。对于一个参选者来讲，我当然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来一起参加，大家共同的讨论。因为其实电视辩论会它不只是一个权利，其实也是一个责任啊，不管是卢秀燕司长啊，或者是韩国瑜院长，或者是其他党内先进前辈，本来就一直在进行当中啦。那只要确定之后的话，就会跟大家来说明。陆志强在台中参加市长座谈，争取基层党员的支持，强调也拜会卢秀燕、韩国瑜等党内前辈。总统赖清德到苗栗岛分区移民票参加甲变活动，佮拜拜祈福。苗栗县长总统今日到庭，佮向赖总统讲到苗栗县的财政压力，希望政府协助。赖清德唔拿正面回应，也详细讲到苗栗的施政内容。我也没有把苗栗县当外人哦，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苗栗县的大家长、钟县长，把国民党无党籍啊，甚至有民众党嘛，还有民进党。通通都看作一家人。罢免结束了后，赖清德展开全台巡港听民意，20到苗栗，总统进专程会盘。赖清德学到客家精神，也呼吁中乡地方无分党派共同建设。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咧台北信义区的凉水大马凉的，发现内底有写报纸的纸屑仔。目前店家已经回失了啊，卫生局讲会派人去稽查，若发现缺失，会要求限期改善。这太夸张了吧！拍开所买的地冰沙包装封膜，用塑管拉一个，竟然有2包纸，有沙巴也够真多。吃下去都不知道是冰块还是锡箔，真的，这也是。老小姐伫网络社群讲，到信义区有名地饮店买地冰沙，其实发现冰沙内底掺有2包纸的代志，希望大家注意食品安全。分杯的话就会打开了，但正常就会像你们这样，直接喝完才发现。就希望他们就是注意，就是自己的品质。就回家下一次就注意就好，会有就自认一下嘛，会仔细去提醒一下店员，跟他讲这种。来到这店头买地冰沙，一杯也100上100块无俗。不过这间店生意也是真好，敢若无受到这个事件影响。对此，卫生局讲会派员来稽查。会派员前往针对人员卫生、食材处理、作业场所卫生等进行稽查，如查获相关缺失，会要求限期改善。地饮店讲案发了就调看敢是去调查这制作详细情形，也强调因为日本进口这地瓜采用单一包装，工作人员倒完地瓜了后，包装却是落入去地杯内底，对着造成这事件，已经甲老小姐联络，亲身说明来核实的，并且发文车作业人员要注意详细操作。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溪口为着要推动地方创新，举办溪口小戏节活动，安排演出甲展览，希望推广艺术文化，嘛保留在地历史基地。伫溪口区的乡公所内底，用戏剧演出来讲在地较早的故事。附近的巷仔嘛有艺术家伫户外来做表演。嘉义县溪口在地文化团体用溪友故事讲作主题，举办小型的戏剧表演甲展览。溪口较早之前会生到啥物模样，可能做侪人已经放袂记啦。希望透过这个小细节，会当有较侪一种想象，跟一些回忆，会当伫遮出现。我们希望透过这种小戏的方式，让人参与无同款的艺文活动，会使入来遮透过行踏阮日常生活的空间。来熟悉这个所在。计用7个表演团队，带来10个户外亲子活动、艺术文化演出。主办单位和乐县戏剧文化工作室表示，透过小戏节的举办，能让民众看到真卡的艺术能量，嘛，互伫外地溪口主题，会当来故乡替文化推广尽一份力。跟阿嬷的感情也是算比较深，但如果他想要看我表演，他就要千里迢迢到北部，所以知道有7口小细节就是
就是自告奋勇回来这边，就是希望特给阿嬷看。我觉得是蛮新鲜有趣的结合，那也可以让更多的在地人知道我们家乡，然后透过戏剧的方式了解我们溪口的文化。乡公所表示，溪口是家己管面之上细的乡镇，人口无济，资源嘛真缺欠，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我们来推广艺术文化，嘛替庄脚所在带来地方创新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天气玻璃仔来看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7度到32度，中部地区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25度到31度。东部地区26度到30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芷。稍等下车继续收看台湾纪事报，明仔日同这个时间，咱再会。